大家好，琴日咧我就已經講過龍眼嚟自花亞分化嘅補救方法。今日咧亦都睇咗有好多粉絲留言問我雞蛋果樹呢隻開花咧後陽有咩要求咧咁？我喺呢度想同各位講講，我呢棵樹去年正在果喺春節前已經摘完啦，但係依家仲有去年未在果，仲未成熟嘅，都已經咁大個啦。呢啲係舊年大二飛果啊，花滿晒。你喺上邊，但係我依家咧又想佢盡快開今年嘅第一座花，咁俾我哋睇睇先。呢啲係真嘅而家同埋花芽啦，嗱，已經長出咗啦，好快就會開花啦。呢種雞蛋果樹咧，喺所有果樹品種裏邊咧，算係最容易種養嘅一種嘅。後陽要求咧，疏鬆疏水，有機物質充足。pH 值咧就喺5.5至到6.5之間。如果你話想佢幾時開花咧，你就必須要喺前2個月前咧，將水分控制1個月後，再施足有機肥同埋水分，咁就可以啦。呢樣樹咧喺掛咗果之後咧，就可以繼續開花嘅。只要後陽機肥充足，適度控制水分，咁以後全年都可以開花結果嘅。不過你都種返一棵樹嘛？如果喺種植方面嘅有咩問題嘅話，唔明嘅，你可以喺評論區留言同我講啦。